補肺止咳清熱平喘安神滑腸，1至2人。材料：首先，凍水落化痰功效陳皮，水滾後落野山苦乳靈芝，功效補肺止咳平喘；南杏潤肺補虛，無花果滋潤滑腸通便；玉竹養陰去燥熱；麥冬清心火，心煩失眠，必須展開先釋放功效；百合潤肺清熱；張周雪耳健脾開胃潤肺；加蘋果、腰果代替豬肉；果皮水煲滾後，煲1小時30分鐘。呢個湯水係清甜滋潤，平時屋企當一個保健湯水都唔錯㗎。如果有支氣管炎、肺炎嘅朋友，必須要睇醫生啊！呢個只係輔助食療，人人體質不同，請向你嘅註冊中醫師請教是否適合你飲啊！祝大家健康！